真侪家长对安怎来管理囡仔使用手机，拢真伤脑筋。高雄一间国小的导师就提出10个理由，所以建议讲毕业旅行囡仔就莫揸手机啊。后来家长嘛同意，所以全班拢无揸手机啊去毕业旅行。这个行动伫网络嘛引起真侪讨论哦。校长是表示讲尊重网络无共款的意见，也毋过嘛望讲外界会当来尊重学校、老师、各有家长因做伙讨论的决定。 最近是毕业旅行的季节，高雄这间国小嘛有规划，要互毕业生做伙户外教学。但旅游敢会当揸手机，伫咧同学之间有真大的讨论。有班导书面册写出囡仔无适合揸手机的理由，亲像是家长无法度管控时间，手机有可能算掉的，以及旅游无法度进前来享受。最后，甲家长达成共识，全班的同学拢无揸手机，所以嘛引起网友真广泛的讨论，正反的意见拢有。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有时候。 家里如果有事情要联络，或者小朋友有事情要跟家里讲的话，也可以分享一下呀。全班只有他跟另外一个同学没有手机，而他回来跟我反映的是，就是同学都只顾着玩手机，没有人要跟他聊天，然后玩扑克牌，可能大家也没有兴趣。3C 产品对同学来讲比较好玩。 学校尊重无同款的声音，毋过嘛请外界尊重学校的教学理念。嘛发现囡仔无揸手机，其实互相的互动更较密切。 回归到没有手机那的这个时候的这个旅行，看看是不是能够让孩子能够真的体会到户外教育的意义，这样才不会本末倒置。 乡市教育局表示，学生使用手机的规范，通常是特生会当早去学校上课的时阵，嘛会统一来保管。不过管理宽限也是伫咧学校。户外教学虽然有一寡春秋的空间，也是由学校来家己决定。记者王刘婷、陈hen坤报道。